TechCanto 第119集嚟啦！今日睇下 Apple 新聞，舊 iPhone 救生術 ，Trump 政權豁免令 ，Xbox 故障。Apple 報料新加護平板 HomePad 10月出世。蘋果預計10月推出新加護平板，競爭對手 Google Nest 要小心。蘋果終於有新產品嘅話 ，Fanboy 一定係興奮。舊 iPhone 唔捨得拋，先睇下救生秘訣。舊 iPhone 再接再厲，幾個小招數重拾青春。舊機有新用，舊物新生命。特朗普政府豁免數據中心宣諭罰款，宣諭唔會影響數據中心建設，政府好大方。宣諭豁免，新數據中心好歡迎。Xbox 故障原因揭曉 ，Xbox 出咗大問題，係第三方服務出事。第三方服務出錯 ，Xbox 要留意。TechCanto 今日內容講完，睇完記得按個關注，再看，下次見。